你是谁啊？是我，至尊宝。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。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睡不着觉，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觉。是啊，那帮主为什么睡不着觉？因为晶晶姑娘你呀。我？没错。自从我见到晶晶姑娘之后，我就决定改过自新，不再做山贼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决定不再看到以前的自己。怎么样，晶晶姑娘，喜欢吗？原来你就是那只臭猴子！臭猴子？孙悟空啊！孙悟空？原来你就是脚底有3颗痣的人。看来我不用3昧白骨火烧你，你是不会承认的。又烧，何苦？何必？行了，我错了。我告诉你，这3颗痣都是假的。你骗我！我以为晶晶姑娘你喜欢脚底上有痣的人，所以我特意剃了毛点了痣。没想到，你是不是喜欢脚上有毛的人？你把胡子剃那么光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没了胡子之后一点性格都没有了？没有了。看看你现在，文也不行，武也不行。你不想做山贼，还想做状元啊？其实我真的有省省吧你！我看啊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做你山贼这份有前途的职业去吧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哎呀，就知道你放不下这个臭猴子。要你管！都500年过去了，我以为你有些长进，没想到还是这样啊！真是白费我一番苦心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找不到孙悟空，所以你就想利用我，把他引出来。难道你不想找他吗？当然不想。哦，那刚才在上面干嘛呢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想吃唐僧肉，怎样？我告诉你，休想坏我的好事。你怎么知道唐僧要出死？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只有你一个妖怪知道这件事情吧？其他妖怪我管不了，但是唐僧500年前救了你，还把你给埋了，说到底也是你的恩人。你这么好心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想吃他的肉呢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也不知道是谁500年前一直吵着要唐僧报恩。我看你就是想利用至尊宝引出孙悟空。我告诉你，休想坏我的好事！利用至尊宝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至尊宝是我的。是谁的，由不得你说了算。妖怪啊！哎，别追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一个小喽啰，我自有办法。我警告你啊，唐僧跟你没关系，孙悟空我势在必得。你要是想得到，那就跟我合作啊，不然就走远点，少在这坏我的事儿。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啊？我今天还告诉你，唐僧我要，孙悟空我也要。就凭你这智商，还想跟我争啊？哎呀，活该啊！你伤心了这500年，他要是见到你啊，还是不会真心的。活该你也被他甩了500年。如果他见到你，一样也不会喜欢你。懒得跟你计较，等我找到孙悟空和唐僧，再来跟你算账。原来唐僧要出事了，我要赶快告诉大王去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，快，时间快！怎么样？现在情况十分危险，留下必是死路一条。想活命的都听我的。好，他们现在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帮主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能舍生取义，交出帮主，来保全自己。等到我们都安全了之后，再由我来带领大家重振斧头帮。交出帮主，保全斧头帮。当然，保全斧头帮。如果要交出帮主，是不是要征得帮主同意呢？不需要，有道理啊。没道理。交出敖当家，如果帮主有更好的方法呢？没有更好的方法。交出帮主，交出帮主，这。二当家啊，自从帮主来到我们斧头帮以后，斧头帮上上下下团结有爱，尊老扶弱。现在帮主有难，请二当家做出表率。这我已经表过率了，这个时候只有交出帮主，再由我来带重振斧头帮啊！好啊，重振斧头帮，二当家你可有什么建议吗？帮主，你不知道外面那两个妖精？哪里有妖精？猪八哥哥，你不会是在说我们两个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说的就是你们两个，怎么样啊？两只美若天仙的狐狸精哎，这斧头帮是什么地方啊？三更半夜不要出来乱走啊，出点危险怎么办啊？帮主，哎，二当家，你刚才是在夸我们吗？啊？帮主，你先忙，我要回去绣十字绣了。二当家，你别着急走啊，要么这样，我背着你吧。帮主，你今天的这个发型挺帅的嘛。金星姑娘，你喜欢吗？好喜欢哦。这个发型呢，叫做每天只爱你多一点发型。就你会数。二当家，晚安了。师妹，我也困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这就走啊？走了。都怪这个猪妈，把我的良辰美景全都给我破坏了。静静，帮主啊，以后你有什么事随时吩咐我呀，帮主，好不好？我靠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恶心？我不是一直这么恶心吗，帮主？以后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，心底里的小秘密都可以跟我一块分享啊，帮主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告诉晶晶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啊！我要睡觉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好的，帮主，我这就滚蛋。帮主，有任何需要随时叫我。神经病！大家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很好啊。刚才我们等你，没等到，想走，结果没走成。哎呀，你们放心啊，我全都摆平了。帮主现在很安全，我们也很安全啊。真的吗？哎，我们不用跑了。你不是说他们两个是妖怪？
我哪有说呀？不要乱讲好不好？那是为了试探你们有没有忠心。现在我和帮主看到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有忠心，你们放心啦。以后啊，大家都要跟我和帮主团结一致，重振斧头帮，一起找脚上有三颗痣的人哦。怎么感觉二当家怪怪的呀？我也觉得呀。不是，这二当家不就一直怪怪的？对呀，看来这次你的移魂大法管用了。我的移魂大法一直都很管用。哼，是吗？难道你是忘了500年前那次失手了500年前的事儿，谁还记得？要不要我帮师姐回忆一下？不用。